利物浦同白禮頓呢兩隊啱啱喺周中聯賽分別作賽，體能消耗極大。利物浦喺周中憑住隊長雲迪克嘅頭槌，作客1-0險勝新特蘭，終結咗對方主場不敗之餘，亦令領隊史諾鬆一口氣。曉高伊基迪基表現依然活躍，目前已射入10球，係隊內神射手。白禮頓表現持續低迷，過去5場聯賽2和3負，未嘗一勝。周中英超更喺86分鐘被維拉絕殺，0-1作客告負，再次痛失3分。佢哋對上一次贏波已經係足總杯第3圈，爆冷擊敗曼聯，近況令人擔憂。利物浦正面對嚴重嘅右閘荒，費林邦同岡拿巴特利都因傷長期缺陣。同時，周中遠藤航喺對新特蘭時傷重被抬離場，極大機會錯過今場足總杯。而亞歷山大伊沙克依然因為斷腳缺陣，預計4月先回歸。中場大佬蘇保斯拉爾喺對曼城嘅比賽中領紅被逐離場，呢場足總杯都唔出得。白禮頓都有好多傷兵，除咗之前有講到嘅韋費、阿耶利、韋斯達外，仲有雲克基，佢喺對阿士東維拉先至啱啱傷愈復出，點知踢咗1個鐘左右又整親要換走。無疑結果顯示利物浦勝69.5%。雖然利物浦傷兵多，但晏菲路主場威力驚人。同時，利物浦右閘方加上遠藤航受傷，入球趨勢為3.25球以上，而且兩隊皆進球嘅機率高達65%。